今日2025年5月10日星期六，今早經濟狀況：上海證券指數收3342點，作跌10點匯；香港恒生指數收22,867點，作升91點匯；美國道瓊斯收41,249點，作跌119點匯。美元對人民幣在岸價7.2399毫，紐約黃金報3335.15美元一盎司，紐約原油報60.54美元一桶。美國10年期國債收益率4.385。財經頻道，財經資訊。美國總統特朗普話：呢個週末同中國會有實質性貿易談判，145%關稅無再加空間，將來要調低油。中美財金高層會面前，據報美國考慮將中國關稅由145%大降至50%，加上同英國達成貿易協定，投資者好睇好。雖然特朗普上月話大多數國家新關稅暫緩90日，但145%專項關稅仲未有變。特朗普喺社交媒體話，對中國徵80%關稅好似合理，具體由財長貝森特決定。佢仲話，如果中國唔俾面，美國唔會單方面減低關稅。週末，貝森特同其他高官會喺瑞士同中國高層談經貿。週五5月9日，中國央行出2025年第一季貨幣政策報告，下一階段會搞好適度寬鬆貨幣政策，保持融資同貨幣總量合理增長。年初國債市場供不應求，10年期國債收益率跌破1.6%歷史低位。央行話暫停國債買賣，冬天時市場情況再恢復。報告話，中國有龐大國有資產同低政府負債，債務擴張仲有得玩。週五，中國海關總署話，4月貿易順差961.8億美元，略高過預期939億。4月出口同比升8.1%，遠超預期2%。進口跌0.2%，好過預期跌6%。美方挑起關稅戰，大家擔心4月進出口會撲街。點知數據唔單止唔負，仲係歷史單月第2高。中國外貿逆風而行，靠中國製造同中國創造嘅超強競爭力撐起外貿韌性。週五 A 股三大指數全日震盪下跌，上證指數跌0.3%報3342點。市場成交1.19萬億。超4000隻股票跌，節前市場縮量上升，依家推重大政策，市場熱情有望回升，基本面同政策面明朗，外部因素緩解，市場不確定性減低，風險偏好有望反彈。港股週五三大指數有升有跌，恒生指數7年漲收22,867點，升0.4%，全週升1.61%。央行促經濟措施短暫推高港股。恒指連升5週，但市場觀望中美貿易會談，港股高位有結理壓力，呈盤整油。如果週末有好消息，下週初港股可能有波動。恒指會唔會破23,000關口，定跌向22,000附近揾支持，就睇會談結果。美股週五三大指數有升有跌，道指跌0.29%報41,249點，納指升0.01%。標普500跌0.07%，納斯達克中國金龍指數跌0.45%。市場仲喺度憂特朗普關稅。中美週末有高層經貿會談，特朗普話支持高關稅，仲話好多貿易協定喺度醞釀。聯儲局理事巴爾話，特朗普貿易政策可能推高通脹，減慢經濟，加失業率。關稅推高通脹又拖慢經濟，美聯儲好頭痕。美國銀行話，如果聯儲局搶先減息，等於話關稅同財政寬鬆嘅下行風險大過通脹上行風險。報告話，美股截至週三一週流出93億美元，4週流出規模係2023年5月以來最大。高盛警告，美國經濟衰退係股市大風險，跌幅可能達20%。全球貿易緊張緩解，加上網絡升級樂觀情緒，越泰幣本週領漲加密貨幣。升30%，Bitcoin 3個月後重上10萬美元。渣打銀行話，今年有可能去到12萬。今天譯數5月10號，乙巳年4月13日兔日沖雞，吉日大事皆宜，生肖馬雞，狀態好，虎兔豬，狀態 OK，龍狗
狀態一般。鼠、酉、蛇、羊、猴要小心。當天配色：綠色旺，紅色順，白色宜談判，黃色麻麻。哲學小思：知足常樂，順勢而為。人生如市場，有起有落，順應時勢，謹慎行事，方能穩中求進。今日講住咁多先，聽日再見。